成日睇我片嘅觀眾咧，我都會擔心會有個審美疲勞啊，因為講緊我頻道咧一年最少咧出產100條片，而且咧我專揀啲靚嘢去拍。好似早幾日啦，我上咗一條中半山嘅港景別墅啦，短短6日咧接近2萬嘅瀏覽量啊，亦都得到好多觀眾嘅查詢。但係咧我都係咧繼續堅持我原則啦，一定要揾靚嘢咧俾我啲觀眾睇。好似今日咁啦，我揾到一間咧非常稀缺，就係位於個山頂白加道43號嘅 Hacking Mansion 俾大家參觀。可以望到我左手邊啦，呢個咧 IMAX 螢幕一樣嘅一個維港海景。講緊咧全個香港咧得10位幸運兒可以擁有到嘅啫，因為成棟大廈咧得10個單位。事不宜遲啦，我哋而家開始參觀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有我 Hugo， 今日帶大家參觀個山頂白加道43號，呢個係非常罕有嘅一個放盤啦。講緊咧佢售面積1600尺，出嚟咧一個咧自己嘅獨立嘅 lift lobby， 但係咧佢同新樓有個分別就係咧呢個 lift lobby 咧就唔入契嘅，變咗咧你真係實的咧入邊個室內面積有1600尺，唔需要話呢個空間咧自己另外買翻嚟。由大門下入嚟咧，睇到呢個間隔咧就間隔分明，好容易區分到咧個飯廳同埋客廳嘅位置。客廳咧攞成間屋咧最靚嘅位就係望住咧呢個咁震撼嘅維港海景，尤其是咧當其時嘅設計咧一個畫面嘅設計啦，成個觀景窗咧俾你攞到晒。好多人咧上到嚟山頂都有個疑惑，覺得呢邊咧可能大部分都係別墅，其實有事實都係嘅。依類嘅平層單位咧非常之稀缺。仲要咧，估唔到咧呢度嘅樓齡咧又唔係大家想象中咁耐，因為有時我哋睇薄扶林啊、半山，好多客咧聽到呢啲咧 number 樓啦，我哋叫做得個獨立門牌咧，社會以為咧都有40年至60年歷史。但係講緊今日參觀呢個白加道43號咧，樓齡咧係2001年，相對喺成個山頂嚟講咧，絕對係一個年輕人嚟嘅。白加道43號 Hacking Mansion 咧係由本地嘅著名家族啦，黃克競家族咧發展而成嘅。講緊佢隔離咧呢個白加道45號咧，亦都係由佢哋嘅家族持有啦。但係大概10幾年前啦，由一個香港嘅發展商啦，資本策略買翻嚟，重建成咗一個超級嘅獨棟別墅啊！咁亦都創下咗咧山頂咧當年一個天價嘅成交。本身客廳嘅位置咧，一個長方形嘅 layout 啦，擺位都非常之容易。我建議咧，可以呢個位咧做一個 L 型嘅 sofa， 變咗咧呢度做個 projector 或者大電視。我哋咧坐喺呢邊嘅時候咧，可以望到鏡頭後邊咁靚嘅維港海景啦。如果睇電視嘅時候，呢度可以直觀咧望翻過去，側邊咧做個茶幾位，咁變咗咧成個空間感佈局都非常好啊！如果你話中意睇書嘅話咧，可以好好運用呢個窗台嘅位置啦，呢度可以做個書架 ，extend 咗嗰個窗台得嚟咧，又不失嗰個優雅嘅感覺。參觀完客廳過到嚟就係飯廳嘅位置，睇盞吊燈嘅擺放啦，應該呢度之前可以擺一個圓形或者4方形嘅飯台。其實呢個 corner 位咧，我覺得可以參考下咧，有啲餐廳咁樣做個卡座，咁本身成個一個獨立嘅用餐空間咧，非常之好嘅。另外咧，呢個單位有個好處咧，就係個對流窗。後邊呢度有個少少嘅露台啦，可以用嚟掛下衫啊，有時晾下衫咁樣。因為有時成日睇啲新樓咧，啲客都會擔心，我唔想下用乾衣機咧，就可以晾啲衫喺呢個位置。另外過到嚟呢邊咧，有個凹位啦，其實正常你話可以做啲鞋櫃啊，或者啲藝術雕塑。我睇到佢嘅盞射燈咧，我估計可能之前咧做一幅大型嘅掛畫，增添咧成個屋企個藝術空間。入到嚟廚房位置啦，以前呢啲舊積咧1600幾尺咧個廚房係真係非常之巨大嘅。鏡頭側邊呢度做晒啲蒸焗爐啊、雪櫃，呢度咧做咗個 L 型嘅台面啊，同埋煮食爐。另外呢邊咧亦都有備餐嘅空間啊，同埋一大片嘅採光窗。望翻咧後邊咧雖然少少圍牆啦，再上去有少少山景嘅。咁咧佢工人房就分咗兩邊。
嗰邊咧有一個獨立嘅工人套房。過到嚟呢度咧，正常一個洗衣房啦，其實仲有一個雜物房嘅。如果你話屋企咧多嗰個工人咧，其實呢度咧當多個工人房瞓都亦都冇問題。今次嘅單位售面積1611尺啦，係一個大3房嘅間隔。首先咧，我哋參觀第一個細房啦。呢個細房咧，同樣一個落地大窗啦，擁有到咧成間屋咧最大嘅賣點就係呢個維港海景。其實今日咧真係天公造美，因為我揸緊車上嚟嘅時候咧，本來都係天陰，同埋咧你見到我斷咗咁多日咧，因為呢幾日咧香港都好大雨，好難揾到咧呢個靚景俾大家睇到。咁好彩今日咧，終於可以咧拍到一個好天嘅維港海景俾大家望到。見到呢個單位啦，呢個細房啦，本身個 layout 都非常方正㗎啦，做咗啲電視位喺度。另外咧，呢度入牆有個凹位咧，已經做咗一個衣櫃啦，本身個收納空間都好足夠㗎啦。過到隔離另一個細房咧，佢個面積同頭先第一間房咧就相若嘅。呢度咧同樣做咗一個入牆衣櫃啦。咁其實個間隔啊、個深度咧同頭先一模一樣嘅啫。主要個景觀啦，呢度咧就老實講個景咧就會望樹多啲。如果我哋直望咧都係望呢個樹景。不過好彩咧就係你鏡頭呢個位置正常會放床頭嘅。咁你床頭一起身望翻出去咧，都係望到咁靚嘅維港海景。最後參觀埋主人套房，呢個主人套房咧空間感非常之巨大㗎啦。我入嚟咧右手邊咧已經有自己一個主人套廁啦，同樣有窗可以通風。過到嚟咧呢度分隔開一個獨立嘅空間，就係一個獨立嘅衣帽間位置。三邊咧都做晒一個衣櫃㗎，變咗女主人嘅包包啊，或者平時啲行李篋咧，呢個空間咧絕對足夠你擺放㗎啦。另外咧，呢度仲有一個側窗啦，變咗咧佢除咗主觀咧呢個正面嘅一個維港海景窗之外咧，呢度仲多咗個窗可以通風。如果俾我設計嘅話咧，可能鏡頭後邊呢度做個床頭背板啦，兩邊做床頭櫃，後邊呢度咧做個少少嘅電視櫃啊，或者一個咧普通嘅櫃仔啦，呢個位都 OK 嘅。過到嚟咧，呢度咧仲可以擺一張咧按摩椅啊，或者一張咧睇報紙嘅休閒椅。咁我哋平時咧咁樣望翻出去咧，就可以望到最靚嘅維港海景。其實呢個單位咧就適合咩人買咧？講緊咧，如果你話真係咧想住一個尊貴傳統嘅富豪地段，但係咧我又唔想住一啲排屋啊細屋嘅話，想一間大平層，室內空間可以用到盡，另外咧可以望到咁靚嘅維港海景咧，今日參觀嘅單位咧絕對好適合你。另外呢個單位咧亦都包括咗2個車位㗎。講緊咧，其實而家你去渣甸山啊或者半山揾個似樣啲嘅1600尺，可以望到咁靚嘅維港海景，其實都要類似咧咁上下嘅價錢啊。所以我覺得咧，難得今日呢個單位可以拍到咧，好適合咧我個觀眾啊同埋我個客戶啊，因為講緊呢類單位咧，真係賣完之後咧，唔知要等幾多年咧，先再有機會咧睇到咁嘅放盤。如果有興趣咧了解呢個單位嘅資料，或者直情想睇樓嘅話咧，歡迎可以隨時聯絡我。影片途中咧有我微信同埋 WhatsApp QR code，你掃一掃咧可以揾到我㗎啦。另外咧，希望各位咧可以繼續支持我 YouTube Channel CLSS。最後咧，如果有興趣咧，亦都可以加入我個頻道會員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